今日帶你嚟參觀呢套法式小康風淺水灣別墅。同你介紹下呢度啊，有3層高，樓下係停車場，樓上係睡房。呢間屋面向正南方，我而家帶你睇下佢嘅小花園啦。呢度正向南方，呢度有小泳池，外面就係淺水灣嘅海岸線，見證住淺水灣23年嘅歷史。呢度就係內廳，樓底高過4米，前面呢就係內廳，內廳旁邊呢就有個客廁，客廁對面呢就有間帶廁所嘅套房，啱晒老一輩嘅前輩住。而家我哋參觀下2樓啊。2樓呢就係有一個書房啦，同埋2樓呢就係有個廚房嘅。你估下業主有幾多個工人？呢間屋咁大，梗係要有4個工人先夠用啦。今日呢間屋真係令你大開眼界啊！業主安排咗2間房，有2個碌架床，可以安排4個工人，夠唔夠用？呢度個套廁係用大理石嘅設計，非常舒服華麗。帶你看看旁邊嗰間房啦。哇！你睇下望住海岸線，後面背山面海，非常之舒服。每日起身感覺都非常愉悅啊！3樓一整層都係主人房，你睇下望到呢個非常美麗嘅景色。3樓主人房嘅廁所，每日喺呢度沖涼，你話爽唔爽？嚟到天台啦，就係我哋頂級嘅風光，靚唔靚呢？呢個頂級風光送俾你。老闆今日介紹呢間淺水灣嘅別墅，鍾唔鍾意呢？評論區話我知啦，發資料俾你。